水管爆裂事故處理。第一步，收集資料，冷靜聆聽報案人提供的水管爆裂地點、單位及受影響位置，例如食水或沖廁水。第二步，立即通知上級，立即向 Control 報告情況。保安主管需馬上通知工程部及客務處負責人。第三步，現場安全評估。保安主管立刻派員趕到現場，視察評估爆裂水管的位置、破損程度及周邊環境，尤其注意是否有電氣設備浸水存在觸電危險，同時確保現場無滑倒或其他潛在危險。關閉電源是必要的安全措施。第四步，個別單位內的處理。首先，可暫時關閉水掣，避免問題擴大。查找現場可用工具如膠帶、橡膠墊、毛巾等暫時封堵破裂水管，降低漏水量，並及時用拖把或吸水設備清除積水。按實際情況，建議住戶需自行處理，或將會轉介物業維修人員跟進。第五步，如果係公共設施或公眾場所的處理，立即通知客務處、工程部及必要的緊急救援機構。大型或嚴重事故應同時通知消防、電力等相關部門，以及協調交通改道以配合現場搶修。第六步，如有需要，設置安全警戒線及人員撤離。在受影響現場周圍設置圍封線，保障現場秩序與安全，指示人群撤離至安全區域，並特別協助老人、兒童等弱勢人士。第七步，後續搶修與回復。搶修期間，保安應加強巡視和維持秩序。完成維修後，清潔人員完全現場清理後，恢復設備正常運作。第八步，記錄事件經過 Incident Report， 詳細記錄接報時間、處理措施、指示及事件發展，以備後續報告。